藏族人的夏季耍把子，我愿意称之为独具藏族特色的趣味运动会。朋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1年1度的居嘎村夏季耍把子活动。这期的视频有一点长，我分了5个章节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接下来就沉浸式欣赏吧。阿姨，你这个是啥？
这一直写的。咋的吃？人的领土总也像前的历索呀啦呀哩咯，索呀啦呀哩咯，索呀啦呀哩咯。大喝饮料点亮的，索呀啦呀。170，170，非常。